自从李前总统这个离开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就是内斗不断，到现在也还在斗。国民党头关会争主委刘泰英呼吁党内的团结。2024年选举，伊发出台北市长郭文铁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合作，把政权赢回来。柯侯配，我认为可能是目前最理想的。我们侯市长他也有30几%的民众支持嘛，那柯批也有15%。其实郭文铁和侯友宜除了伫双北市的防疫有合作，做过郭文铁市府团队幕僚的学子黄静莹嘛讲，双方伫私底下嘛有互动。柯市长就是常常不太讲话，或者是他比较害羞避暑一点。但侯市长就是那种你知道个性非常的可以跟人家勾肩搭背聊天的感觉，对。所以他每次看到柯市长，第一件事情就是拍他的肩膀说：“兄弟耶！”这样。只是认为双北市的首长是无共的政党，敢有法度成功合作，要是一个难题。就是需要一些长期的默契的培养，而不是说大家这样组那个字句就可以把它排起来的。2024啦，我觉得。非绿力量，事实上都要有一个合作的平台。面对外界鼓励合作的声音，侯友宜也是回应多谢关心。伊即马是新北市长，也是要把握即马拍拼做代志。毕竟先拍赢2022的选战，才是即马上重要的代志。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